民進黨今仔日舉行一年一屆的全代會，行政院長杜英台講到最近尤其嚴重治安物質超標的代誌，伊講是按法會來修法，嘛會強化源頭甲制停的管理。另外，明仔載嘛會公布所有問題由檢驗的報告，希望讓民眾會當安心。也若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講，希望中央甲地方會當做伙合作，莫閣發生類似的事件。以台灣好生活、團結拼未來為主題，民進黨舉行一年一屆的全國黨代表大會，先由行政院長杜英台發表施政成果，伊嘛特別提起這陣啊持續在討論的治安有風波。我們會提出食安法的整體修法，來明確中央與地方的權限，未來通報的機關的各種及時的責任跟義務，而且市面上所有發生問題以及查獲的各種批號的油品，也會在明天完成全面的檢驗報告。杜英台預告，行政院要推動食安法大修法，強化源頭管理、制停管理等5大方向。20月會公布所有問題油品的檢驗報告，要讓民眾安心。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表示，希望中央地方做伙合作，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。食安關切到人民的這個食品安全，關切到人民的健康，我想這一點我還是要再次的重申總統府的態度，就是趕快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合作，有相關的責任呢，將來一定要就責。迎接年底9月大選，兼任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，佇全代會嘛親親甲戰旗授予19位黨籍縣市長參選人，佮提點3大原則，強調從政者應該愛民如親。政治的本質都是愛民如親啊！為政者愛以溫暖的心、親切的行動，來贏取人民的信賴。如此，才會當予台灣人民清楚知影。選擇民進黨，就是選擇穩健改革，選擇更較好的生活，選擇台灣繼續向前行。若是全代會主要改選黨內權力中心、中常委、中執委甲中評委的結果，會影響民進黨未來2年的派系結構甲競合，也有賴總統爭取2028年連任的布局。記者採訪報道。